人我不计较，修彼此不比较，修处事有礼貌，修见人要微笑，修吃亏不要紧，修待人要厚道，修心内无烦恼，修口中多说好，修所交皆君子，修大家成佛道。广心净书。我们常说修行，究竟要修什么呢？修人我不计较，就是我不与他人计较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配合。你占我便宜也好，辱骂我也好，我不计较。这就是无我相，无我执。要将对自我的执着给斩断，智慧才会开，烦恼自然减少。如果能让自己与他人之间没有是非恩怨，我们心中就会清净。人一清净，持戒就会圆满。修彼此不比较，我们不与他人比较，不要去想为什么你比较多，我比较少，为什么你总被人重视，而我总被人糟蹋呢？一个人如果总是爱比较，心中就会不清净，他就没有智慧。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检讨自己，眼睛都在看别人的缺点，那样修行只会日日退转。所以我们要修彼此不比较，见他人好，我们要随喜赞叹，无论别人如何，我们对世间都要常怀感恩，用这样的心去修行，自然就会成就。修处事有礼貌，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有礼貌，要懂得尊重别人，遇到人要能主动热情打招呼。无论我们有没有受教育，无论我们的程度是高是低，但是只要我们懂礼貌，别人自然会欢喜接受我们。修见人要微笑，微笑也是礼貌。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就是微笑，微笑不分国界，不分种族，无关宗教，微笑可以带来温暖，给人安心。它是一股正面的力量，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。我们时常与人微笑，便能广结善缘。修吃亏不要紧，我们在生活中吃点亏，被人占点便宜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们如果能够不放心上，心才会平静，看任何事情才会清楚明白。你可以懂得如何让观念转弯，使自己的心不沾染烦恼尘埃，这就是智慧。今天为什么别人要用你呢？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值得被重用的人吗？因为你有能力，别人才会凡事都想到你呀。所以吃亏不重要，一个被人需要的人才是发挥生命的价值。修
待人要厚道，我们做人要厚道。厚就是宽厚、不刻薄的意思。我们对待别人，心胸要宽阔，度量要大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与人冲突，找人麻烦，这样才是好品德。一个人的心量大，他的福报就会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